各位觀眾歡迎又翻返嚟我哋 HKESC 爐石戰記嘅季後賽啦！今日嘅第二場8強比賽啊，就係由呢個 Dennis 先下兩城啊，攞到一個叫糊嘅機會喎，對上呢個 Papa Cookie 啦。第一場嘅表現，牧師就棋差一隻輸咗，係俾對方最後一個殺着之下啦。咁但係都有賊嘅表現就十分之勇猛咯，甚至依家叫緊糊。咁我哋見到 Papa Cookie 依家仲有術士，仲有牧師。睇過幾場，我個人覺得 Papa Cookie 嘅出牌係比較唔謹慎啦。佢係尤其是啱先嗰場德魯伊最後一個 play 令到佢係睇少咗都有踩爆發力啦，覺得自己非常之安全，而選擇做一個 all in 嘅動作。可能受傷還困擾，係啦，隻手有少少痛啊，控制唔到自己另外一隻手。可能其實我哋畫面睇唔到，可能下面係用緊腳環。我就諗起我哋嘅隔離棚咁 LPL 就打呢個慈善賽嗰陣時用腳去玩背心，非常之霸氣嘅一個 play style 啊！有啲咁，如果你話術士同牧師嘅話，邊一個打都油抽會比較有利咧？術士同牧師嘅話，我個人覺得係術士係有利啲嘅。牧師嘅話，始終佢俾到都油抽壓力唔夠大。係咧，術士有呢隻嘢其實都比較呢一隻嘢可以話一個非常之傳統輸術會帶嘅。利用呢隻嘢同埋各種加工嘅招數嚟，例如呢個森林狼、原生恐龍啦，或者係呢一個壓倒性力量之類嘅加工手段，最終都係決定用一個動物園嚟挑戰都油刷啦。係啦 ，Dennis 呢邊好似都其實好有信心，但係其實好似好有信心，但係我覺得盜賊呢邊除咗刀油賊之外，應該唯一可以拎出手嘅就係機械賊。機械賊我比較期待佢係用爆牌賊，因為機械賊其實同刀油賊嘅分別唔算太大。我覺得其實分別幾大，就考你食最重要就係一隻鋼鐵絲磚咯。鋼鐵絲磚同埋佢加一攻嗰隻理髮機械人啦。咁就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係。如果係天胡嘅機械賊仲勁過天胡嘅機械法。我個人覺得咁多套機械的入邊最勁嘅一套就係天胡嘅機械殺。基本上例如2 cost 你俾佢出到召喚師，3 cost 鋪滿地，然之後4 cost 佢如果 con 一個咩出嚟都好啦，佢就算 con 隻惡魔劫奪者，即係800嗰隻嘢出嚟，然之後你就會崩潰。咁樣將小鬼召喚師仲悶棍咗翻去都係啦，攞到一個節奏同埋長優啦，係啦。因為始終輸嚟講就係唔可以俾佢鋪場。咁我哋見到其實都唔係最經典嗰款。加入咗惡魔召喚者應該係拉翻。其實而家大部分嘅輸咧都會放呢個惡魔召喚者嘅。甚至咁樣直接係都啱嘅，都啱。咁樣對下一個回合對面就會有啲尷尬。比較可惜嘅就係冇一隻噴手可以出嚟吞咗佢。如果佢呢個回合放飛刀手，有機會殺埋對面或者一添。我覺得最少其實應該最少飛到一隻嘅，所以我覺得飛刀手應該可能合理啲。但係如果佢下一彎飛刀手咁，可能都只不過係少咗一刀啫。其實都冇乜分別嘅，因為飛刀手呢隻嘢始終值一架法拉利啦。咁落嘅時間點係非常之需要考究。呢2點傷害係咪真係非常之重要呢？我反而覺得唔係。但係有陣時1點傷害足以致命咯。呢個回合因為上個回合盜賊用咗佢把刀啊，所以呢個回合係清唔晒所有場嘅。佢應該會選擇用一個會唔會上毒，定係用第二張換棍呢？我個人嚟講，第二張換棍應該要留俾呢一個比較危險少少嘅，例如馬爾加尼斯之類拉出嚟嘅怪係比較好。因為始終依家都係有啲猜唔透。Papa Cookie 呢邊，感覺上就好似一個全速攻，但係可能都有其他後續嘅怪。都有測使用咗兩張嘅毒癮咁樣解咗就有啲微妙啦。佢已經係用咗自己犧牲咗自己嘅爆發嚟做一個補償。我個人覺得對上輸嘅話，你嘅爆發犧牲咗一張
一張毒藥係唔緊要嘅，但係如果你用2張毒藥嚟解場嘅話，因為蘇嘅鋪場速度實在太快，你咁樣犧牲2張毒藥嘅話，一陣如果你抽到呢一個 LE 嘅例如爆刀咧，咁你就會有少少尷尬。同埋就算抽到刀油，佢都唔知放唔放好，佢必須要斬咗呢刀或者爆咗呢刀。咁同埋，但係感覺上佢就好似旋風喺手，劍刃風暴喺手，但係佢冇喎，未有。係感覺上好似有力無處使嘅感覺咯，就係唔係，其實我覺得都算係戰術之一啦，即係好似咗你咁樣。嗱，你唔好鋪場，我有劍刃風暴，你一鋪出我就即刻爆你。呢一個心理戰術咧，就係睇下如果呢個回合，其實佢手上面攞住一張悶棍，所以其實佢唔係好驚佢呢個回合拉咗乜嘢出嚟都好啦。佢選擇直接悶棍呢個2/4嘅小鬼大佬啊！然之後將軍情出處理殺咗對面1/1，但係呢一個時候佢自己嘅血量已經唔算太樂觀啦，而對面都真係有去木吞手。係啦。應該都會放重彈再加大佬，然之後下個回合應該就會選擇用吞嘅啦。因為對面2張悶棍已經係使用咗都有睇，其實可能1張貓頭鷹或者甚至唔擺貓頭鷹咯。可能佢都驚對面貓頭鷹，所以直接吞咗。要解嘅話，其實得翻剔角可以解。但係佢而家呢個位置偷咗2張刀油就比較尷尬啦。佢爆如果有爆刀有準備，我當佢依家就必須要有一張疾炮，甚至佢下一彎抽到疾炮，咁跑到準備啊！佢起碼要抽到一張蒼藍龍，我覺得抽到疾炮，抽到準備。蒼藍龍其實唔需要，佢需要佢南海水手。我覺得佢需要少少長優啦，因為始終你蒼藍龍係喺盜賊低入邊算係一個幾萬用嘅一張牌嚟嘅。呢一個位置如果佢可以抽到爆刀嘅話，佢仲有一戰之力啦。爆刀就唔足夠。又出咗嚟啦，又係呢張冇乜用嘅牌。對上，佢如果係呢一彎冇抽到疾炮嘅話，其實太過佢嘅血量已經太過低嘅，而有冇爆刀咁，依家唯有就係用飛舞刀刃去拎到一張牌，跟住再用。佢都拎得唔錯㗎啦，呢一個。唯一選擇就係咁，但係喺對面冇乜牌之下，咁依家8滴血，佢仲有機會。哇！阿古斯防衛者呢一張簡直係一張神作。首先第一就令到對面爆刀又殺唔死你2隻怪先啦，第二就係佢可以無視呢一隻3/3直接打面搶血。我覺得穩陣起見，其實加咗1血。佢要用把刀撞落嚟，我覺得清咗軍情7處先係比較穩陣啲嘅做法。雖然人類總係，不過我覺得以派福奇嘅性格，佢應該會打面。係啊，的確係啊，因為其實你呢個回合你場上面已經咁優勢啦，就算對面下個回合你亦都知道對面用咗2張毒藥，就算佢用刀油爆都淨係可以以8 cost 嚟講，淨係可以爆到1張刀油嘅傷害。所以基本上係冇錯 ，HA 對 Dennis 嗰邊都亦都直接講。Dennis 呢邊將海戰其實就唔關事嘅，咁最重要就係準備同埋疾跑呢啲補給牌嘅手段並冇抽到啦，咁比較可惜嘅刀油策並冇辦法1穿3，咁就戰況再一次打成2-2。我哋今日2場 BO5都係要打5戰先至可以分咗勝負。我哋季後賽其實大家嘅水準其實好接近，大家都係一啲熟悉嘅面孔咯。咁大家都知道有啲 counter 嘅原理，或者選擇乜嘢卡組去打係會比較好咯。咁刀油策始終佢嘅破綻太過於大，而調配嘅空間又比較少。我個人覺得而家嘅優勢就喺 Pie Cookie 嗰邊啊，因為始終佢攞住隻咁多變化嘅術士喺度啦。下一個回合就算 Dennis 攞咩職業術士都有機會對應啊。咁我哋就睇翻下一個最後一場啊，係邊一個可以打贏對面攞到第2個8強嘅資格啦？好，唔好行我哋轉頭翻嚟。